这样讲听得懂吗？就是好差的这个豆果嫁到山上来，嫁给那个单家头目，生下一个表示这个是就是找你的祖母，一直到日本时代，到这个日本时代的时候，这个生日的爸爸这个过世之后有一些声音出来了，这个头目级的，还有一些地方的那些人说，这个生日的血统不足，他有那个平民的血统，不适合做那个当家头目，是这样。因为这个生日的妈妈是多狗嘛，她不是大头目，不是头目，所以基于这样的因素呢，所以把生日的把他赶走，把那个雾台的大头目就是以前的那个叫真正的雾台，就是在那个上面，叫他到那个山上部落做当家头目，也把那个赵用的那个祖母赶走了嘛，把那个雾台的那个大头目到山上来做当家头目。哪一个？雾台的哪一个？雾台那个搞不到那边。赖家吗？还是罗家？还是唐家？那个也是叫什么来着的家呢？这个雾台的大头目，当家头目，到神山做大头目。还是儒家呀？儒家，现在的儒家了。现在的儒家的祖先是也是到那个地方迁到那个山上那边去的。那现在，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神上的那个大头目，光这个他有光4个部落，一个神山、雾台、嘉木，这个国专，管的这个事业很大。那么过了不久，刚好日本人要没收那个所谓的枪支要强迫枪支，这个要没收这个枪支，所以我们的主人就不高兴反对，认为这个枪支是等于是一个生命，人生的生命，这不可能交枪，所以日本人跟那个我们的主人就打起来了，日本人呢，从那个德文那个地方用炮打到那个深山部落来，然后这个日本的那个兵力也太强了，武力太强了，所以一上来就是把那个深山部落的房子烧掉了，这个雾台这个部落把它烧掉了，所以那个我们就做的总统跑到山里这个避难，变成一个空，这个都没有人居住，空虚变成一个经济地，不能，所谓经济地不能再去居住的一个地方，不能再住，因为人都不在。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岛林乡一样。对啊，全部神山还有这个雾台这个部落全部变成经济地不能居住。那么到后来的时候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休战之后，这个有人建议那个当家头目说，我们老是住在这个山里面不行我们住在这个山野里面不好还是想办法回去。可是要回去一定要经过一些程序，因为这个部落已经变成经济地，不能再居住。所以那个深山的当家头目的那个老婆，把自己的那个琉璃珠要2串的那个人是卖掉，买2条猪，一条是送给雾台，一直是留在山上一起做那个举行一个驱邪知道吗？要把那个魔鬼赶走。驱邪。卢开祖的琉璃珠都有拟人化，所以它可以代表很大。这个大头目用他的那个2条的那个琉璃做的那个
这个两个部落同时举行一个驱邪的一个仪式，然后再进，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听说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部落的一个长老，他就动员这部落的人到山上去看那个木材呀、什么材料啊、建材呀，尤其是帮忙那些没有力量自己建房子的那些家族，帮给他们开房子。那个长老，我先说明一下，这个长老他有一个标志，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蝴蝶，这个就是那个受禄头目受供给的一个头目的长老一个标志，这个也可以用。这个呢是杀人的人也可以用到，所以杀人一宿，这个就可以带。出草。这个是看那个五代的唐人做的妈妈给我做的这个，这个是那个山上的儒家给的，是我用的是这个。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这个獠牙是没有什么阶级的，任何人都可以戴，这个说明没有什么阶级，只有这个是不能够随便戴这个也不能随便戴这个，跟你们这个帘子这个白鹤花一样。这个雾台跟那个神山河，虽然在过去的时候各拥有一个头目，当家头目，他们的当家头目就是居在那个上面的，这真正的雾台，他们的名字叫真正的雾台，用我们的母语来讲是港务当然就是这样，港务当真正的雾台就在那个上面。他们的这个部落的那个当家头目是那个，那我们山上部落呢？也有一个当家头目，就是赵云峰的那个总理。可是很奇怪的是，他们有一个荣誉啊，他们的祭司就是那个白旗的那个要做拜拜的那个祭司知道祭司一个是祭司，是巫婆，或者处理这个拜拜的叫祭司嘛。我们没有叫祭司，我们叫巫师。巫师也好，祭司也好，我们是共有一个，所以这个雾台部落跟神山部落要做那个拜祭的时候，要做那个拜拜，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做，一起做。虽然是不同的部落、不同的头目，可是要一起做。然后到外面去做仗啊，跟人家打仗啊，跟那个外面啊，部落要做什么？都要一起去，不能单独去。雾台神山一起去。不过他们这个老人家就做账的时候呢，说藏林的这个土地啊，不是归这个雾台的，雾台的大斗要归那个神山的大斗，变成这个样子。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儒家要光这个4个部落呢？光这个神山有关雾台，有关这个家务，有关这个什么呀，大佛转那边，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儒家从那个噶木大丹到那个神山部落之后，就是变成这个当家头目一个，神山雾台变成当家头目就一个，不就是2个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张云峰的妈妈的这个作为赶出之后呢，
这个冈古达山的儒家的一个头目到深山做大头目，变成他要管这个布袋的那个深山。那么这个家木啊，这是日本时代老人家跟那个日本警察这个发生抗日的时候呢，他们都逃出去了，很多人跑到那个山里面就避难了。那么在那里避难要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些是认为这个要回去，他们在那个地方很多建地嘛，耕地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住在那个地方，这个工作比较方便，就没有回来，就变成一个家木村、家木部落。所以这个家木部落，大部分90%的人都是从这个深山到那个家木去的，所以理所当然的这个深山的大家都不当然要管那个家木。那至于这个古庄为什么变成那个儒家的那个属地呢？这个因为古庄呢有一个公主叫巴萨告，嫁到这个乌代的大头目兰纳鲁，所以虽然是这个巴萨告家都是乌代的，可是他还是要管这个古庄，没有放弃，管理权没有放弃。所以这个巴萨告跟那个兰纳鲁到神山做当家头目的时候，当然他要管这个古庄呢，也要管这个，也要管这个，所以这个神山的这个儒家好几4个部落，是这个样子。在那个日本跟我们的那个主人晚上抗争的那个时代，有一个英雄叫刘武，这个英雄，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刘武这个人？刘武，他这个刘武这个人是比我们古代的人，从以前就是刘武就是一个大英雄。他作战的时候是很幽默，是这样。不知道啥几个人没有讲，可是听说是他是非常勇敢、很幽默的一个人。所以有一次这个休战之后啊，日本人跟那个日本人打仗啊，休战之后呢，日本人要这里的头目到日本人去受审，受审。老百姓因为这个头目到日本去，要接受什么样的一个刑罚呢？是有些人说，就是我们的头目到日本以后要接受日本人要用那个大锅子，把这个头目放在这个里面就给他要煎刑，煎刑，知道吗？践行。践行所以很多头目啊，所有的头目都怕的，他不敢去。所以听说每一个头目在那个时候是装病带那个比较那个大的那个叶子这个包在自己的头上，表示说他是生病，不能去日本。可是有一个叫刘武这个人呢，他就认为这个头目要到日本去受这样的那个苦刑的话，他认为是太那个，因为他这个人是很拥护头目，作为这个头目的一个人，所以他愿意替代这个头目去日本接受这样的一个苦刑。所以那个日本人把那个刘带到那个日本去，头目不要去了，因为头目是大家是装病嘛，不敢去，怕不敢去。这个刘到了日本以后呢，并没有受到那样的苦刑不知道在那里看什么东西，也没有人看到，也没有记载，就到日本去回来。他回来之后呢，平安回来之后呢，接受这个做灵修士的那个欢迎。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单家头目，也就是这个所有的头目的商量的结果，认为这个李后是替他们这个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个头目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是的给他奖励。所以这个大头目啊，选五个住户啊，5个平民，5个平民做那个李后的一个署名啊，这是一个。就像他的平民呢，这个吴家就是他的平民。我现在听得懂吗？吴家，他的这个吴家就是李后的平民，这个李后是做这个吴家的皇帝嘛，国王在这样。这个吴家呢还在，所以这个吴家呢，这个吴家族有什么事情做做喜事啊，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李后的家族一定要去参加，一定被邀请去参加。像这个杜有良的家啦，还有那个卢仲景的家啊，有5家是那个李后的一个属啊，这是这个吴家，李后是这个吴家的一个皇帝，是这样的。这个现在这个李后这个人是没有结婚的，没有结婚，但是他收养2个，一男一女，他收养这1男1女。他所养的这个女子呢，也是家道清廉，这里有清廉的人，有没有手写的清廉的？那个清廉的